澳門保安部隊事務局不斷探索創新嘅通關模式，優化系統嘅效能、生物特徵識別嘅精準度，以及數據嘅安全水平，確保口岸通關可以安全、暢順、高效咁運作，助力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。同過往兩地各自查驗嘅傳統自助過關相比，現在嘅合作查驗一次放行，用一次嘅打指紋同埋面容嘅比對，代替以往兩次嘅打指紋同埋面容嘅比對，以及喺通道前邊用刷臉代替讀證，真正咁實現咗智慧通關，亦都喺便捷性同埋安全性方面得到雙重嘅躍升。橫琴口岸憑借創新通關模式，全國首創聯合一站式車道及合作查驗自助通道，大幅提升通關效率，有效促進澳琴半小時生活圈嘅形成。2025年11月推出嘅刷臉智能通關，進一步優化通關體驗。截至2026年4月30日，使用人次已超過466萬。而橫琴口岸聯合一站式車道嘅免出示證件智能通關升級，亦都喺2026年5月7日正式推出，進一步便捷車輛通關，讓粵港澳融合更便捷。